其實我哋做嘅工作都係關於生與死入邊嘅事情。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也是关于生与死里面的事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有時啲工作係超越生與死。当然，我們的工作有時候也超越生與死。有冇朋友知道乜嘢係超越生與死？有沒有朋友知道什麼是超越生與死？當然呢個只係一個觀點，唔係一個事實啦。當然，這是一個觀點，它不是一個事實。有冇朋友知道乜嘢先係超越生與死？有沒有朋友知道什麼東西是超越生與死呢？對於我嚟講，對於我來說，就係情咯。就是情。你諗下，你生命中一定有啲你曾經好愛嘅人離開咗你嘅生命啊！你想想，你的生命中肯定是有一些你很愛的人離開過你的生命。佢超越咗生態，它超越了生，亦都可能超越死。也可能超越死。情係可以超越生與死嘅，情是可以超越生與死的，就係咁簡單啫嘛。就是這麼簡單。即係我嘅父親離開咗呢個世界，我依然係好愛佢。咁呢個係咪一個超越生死嘅愛？那我的父親離開了，而我依然很愛他，這是不是一個超越生死的愛呢？